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是118篇的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出埃及记第14章第10节到31节，第15章20节到21节。歌罗西书第3章第5节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旧的生命。生命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，复活也需要经历痛苦及死亡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有一种病痛称为成长痛。很多时候人们会对于生命的改变的过程有畏惧感，甚至有排斥的态度。例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期待着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们，但当他们真的领受到了上帝的救恩的时候，又透过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准备要领受新生命的时候，一旦遇到危险，他们就又开始抱怨连连，甚至他们想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改变太恐怖了。”他们遇到了埃及的追兵，就抱怨摩西跟上帝说：“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的地方吗？为什么带我们到这个旷野送死？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你看，你做了什么好事？我们不是在离开之前就告诉你这事会发生吗？我们告诉过你，别管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就好。做奴隶总比死在旷野强啊。”我们说，这些人翻脸比翻书还要快，遇见了困难就忘记了之前一直追求的拯救，期待着新生命。一旦遇见了困难，他们就龟缩了，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们一样。前几天有一群来自中国改革中教会的基督徒，一共有63人，他们终于获得了美国的政治庇护。报道这样说：经历3年多生郡改革中圣道教会，后来改为5月号教会，牧师带着弟兄姐妹63人，终于抵达了美国，获得了庇护。其中59人先到达，另外一家母亲即将生产，正在受宣教师的照顾。对这一些人而言，能够顺利的在3年多的努力之后，得到这样的信仰自由，不再受到中国政权对宗教信仰的逼迫，他们的确是得到了新生命。特别在2023年，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受难的当天，就是4月7号。他们获得了自由，这是特别的有意义。这一天起，他们开始了新生命，在自由的国度得以自由的敬拜。但是反观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却是信心软弱。上帝这样告诉摩西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。举起你的杖，向海伸去，
海水会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能够在干地上走过去。我要使埃及人顽固，因此他们要进入到海里追赶你们。但是我要胜过埃及王，他的军队、战车和骑兵，他们就会尊敬我。我击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他们忘记了摩西所介绍给他们的上帝是胜过了埃及众神的上帝，甚至连那个生命的威胁都无法超越上帝的保守。他们不知道要全心全意的倚靠上帝。在接续的经文记载当中，就是他们过红海的经历。上帝的保守带领是那么的奇妙，以色列人经历了奇妙的恩典。圣经说，那一天上主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横尸岸边。当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用大能击败了埃及人，他们敬畏上主，信赖他，也信任他的仆人摩西。也因此，在出埃及记15章，我们就看到了摩西以及米利暗就对上帝唱起了感谢赞美的诗歌。在15章的20节到21节，圣经记载说，亚伦的姐姐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铃鼓，许多的妇女跟着他，一面打鼓，一面跳舞。米利暗应和他们唱，要歌颂上主，因他赢得光荣的胜利。他把战车和骑兵都投入海里了。是的，要领受一个复活的新生命，就必须要学习全然的交托，要愿意脱离原来的生活，不要如同罗德的太太，她舍不得过去的生活的精彩，他一回头就失去了迎接新生命的机会了。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基督徒的劝勉中说道，所以你们必须致死在你们身上作祟的那一些属世的欲望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是一种偶像的崇拜。由于这些事，上帝的义愤将临到那些不顺从他的人。你们从前也曾经生活在这一类的欲望当中，受到他们的支配，但是现在你必须根绝这些事，不可再有愤怒、暴力和仇恨，不可说毁谤、污秽的话，不可彼此欺骗，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。保罗说，有这样心智的人才能够迎接新的生命。他说，换上了新我，这新我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，能够完全的认识他。这样说来，不再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区分，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、野蛮的、未开化的、奴隶或自由人等的分别。基督就是一切，
基督贯彻一切。我们是否期待又怕受伤害？但是要记得，我们不愿意全然将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，把这个主权交托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必要失去那个迎接新生命的祝福。我们只有全然的交托，才能从旧的生命当中脱出，然后获得新生命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这是唯一的一个获得新生命的方式与道路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14节，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的子民的帐幕响起了胜利的欢呼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的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。为我开启圣殿的门，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感谢上帝赏赐我们新生命，让我们有满满的恩典与赐福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见证，荣耀主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